雞嘅朋友，除咗今年犯太歲之外咧，亦都同太歲相刑㗎，咁所以咧今年咧做嘢冇咁順利啦，會比較多啲是非，多波折。另外咧情緒嗰方面容易會有悲觀嘅傾向，容易會有多啲唔開心嘅事㗎。事業方面，今年會有漲升啦，咁呢粒星咧係對提升地位有幫助嘅，咁所以對一啲管理階層嘅人士咧係特別有利㗎。嗱，不過咧始終都係屬於犯太歲嘅年份啦，所以都應該盡量保持低調，要注意人際關係。今年整體嘅運勢嚟講咧，都係宜守不宜攻㗎。財運方面咧，今年始終都係犯太歲嘅年份啦，咁所以咧破財嘅機會會特別多㗎，咁適宜謹慎理財。咁至於投資方面咧，都係唔適宜太過進取㗎，持盈保泰會比較好啲㗎。感情運方面，因為犯太歲啦，始終都會差少少嘅。情緒嗰方面咧，特別容易有起伏，再加上今年會有天哭呢一粒空星啦，咁代表咗會有一啲傷心落淚嘅事，所以咧特別容易同伴侶嗌交嘅。咁感情嗰方面容易會發生一啲嘅變化啦。咁其實咧結婚同埋分手都係一種變化嚟㗎，咁就需要睇下你點樣去維繫呢一段感情啦。自己亦都需要注意翻下情緒方面嘅問題，保持心境開朗，其實係好重要㗎。如果想催旺桃花或者係增加人緣運勢嘅話，咁就可以喺今年桃花星飛到嘅位置，即係屋企裏邊嘅中央位置，擺放一盆4支水種植物，例如係富貴竹或者係文昌竹等等。如果中央嘅位置唔能夠擺放呢啲物件，又或者中央嘅位置係屬於走廊位嘅話呢，咁就可以擺放一張藍色嘅地氈啦。如果想提升健康運，咁就不妨參考下呢一個化病嘅佈局啦。由於今年嘅病符星會飛到去西北位啦，咁就建議大家不妨喺室內嘅西北位擺放一個銅製葫蘆，又或者係擺放一個金屬製嘅座台鐘。咁但係咧就千祈唔好擺放一啲顏色鮮豔嘅擺設，又或者係一啲盆栽植物，咁就以免刺激起呢一個位置空星嘅氣焰啦。如果想化減是非口舌嘅話，咁就不妨喺今年是非星所到嘅位置，即係正西位啦，咁就擺放一座表面圓滑嘅玉石山擺設。另外，亦都適宜喺呢一個方位嗰度咧，擺放一啲紅色或者係粉紅色嘅飾物擺設，例如咧，亦都可以擺放紅色嘅揮春㗎。